完全从头来过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唱得很好啊。有点换气的困难。这是口罩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我会念，我会完全按照。念完之后，如果发现我还没弹后线，我那个很短啦，应该是弹完了，就稍微等一下，好，这样才不会卡住。不会，我会听你的琴唱。然后，对对对，那你如果念完我已经在弹那个缝线机，你就可以弹缝线，对，反正你大概听一下。缝线是大家会很自然的跟着唱吧，就是。对对对，你老师说前奏，你不是说还要说琴大家站起来，夹起来。好，我再抓一下那个。我回家测量一下，每个人念的时间有的很快，慢，所以每个人不快。因为现在线上都要跟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上帝赏赐咱一个真好的天气。虽然咱无多来到教会做实体的聚会，咱每一个人伫咱的厝内面，咱会当透过咱的网络的直播，互咱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同齐伫上帝宝座前，咱要来领受对遐来的祝福、恩典。咱嘛常时要同心来敬拜阿罗伊的名。伫过去一礼拜，虽然台湾的疫情有较好一点啊，总是咱犹原袂当放轻松，因为咱的敌人是病毒。咱要倚靠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心内迄个惊吓转化做上帝互咱的平安。咱嘛有侪兄弟姊妹已经去注即个疫苗，愿上帝保护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伫伊的保护内面，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互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脚步来对主的脚步来行。这是咱礼拜要开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极大，互阮伫你的疼痛内面，我会当继续伫每一天内面来敬拜阿罗你的名。伫每一天，我要甲你三千军。今仔日是主日礼拜，阮三甲主日透过网络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来学乐，我们来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甲恩典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的灵命的美牛，互阮每一天都会当倚靠着你，阮向前来跑走。互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，互你的疼来包围阮。这是恳求信心，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，互阮伫你的恩典疼痛内面，阮来享受甲你同在的喜乐。将礼拜自头到尾，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看顾带领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就我靠耶和华来行好，踮伫即土地，用诚实做美牛，
着了耶和华最欢喜，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，互你。这时，请咱用主教示咱的主祷文来做咱的祈求。主祷文：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这时咱来启用，请掀开圣诗后面启用文第8篇。启用文第8篇，也就是诗篇第23篇。同齐来启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伊予我心的快乐，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予我安稳自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宴下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新圣诗226首。圣诗226首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。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石盘。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婀娜无停，请起立吟全首圣诗226首。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石盘。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婀娜无停。咱主的主至大，上帝赢过世间一切，关山深起伫伊手中，伊是万王的王。洋海大地是伊创造，咱着恭敬无路。观天作的主面前，叫恭敬拜虔诚，因为伊是做咱上帝，是阮的高万世。咱是由阮做伊行哩，受伊照顾有情。请坐，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的大主宰，独一的主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是堪得阮学老，阮嘛敢若会当倚靠你。主啊，你创造热气、上升，但是伫天悬的所在，你互伊结做冰，然后真侪雨降落伫地面上，润泽土地万面，嘛互阮感觉爽快。这一切的败笔，对伫愚妄的阮，感觉真是奇妙。但是这拢出自你的权能，
甲你的律业理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离开你的罪。阮常常骄傲自专，行阮家己的路，无爱负你的宴谢。主啊，阮常常活转身，无看你的面。阮常常认为阮家己足敖。主啊，求你毋通追入阮的罪，啊若无，阮无一个人徛会牢。主啊，阮现今拄着这个疫情，伊互阮上痛苦的是，阮袂当甲阮的亲人见面，阮的好朋友嘛袂当聚集，因为病毒毋知会透过啥物样的方式传入咱的家己的厝内，所伤害的拢是阮的至亲好友。主啊，这也亲像阮常常咧做的代志，阮总是伤害阮亲爱的人上多。主啊，透过疫情，你是毋是咧提醒阮，为当用无共款的方式，趁着疫情的机会，阮会当放下所有的无爽快，所有的爱忧，甲阮真久无联络的亲人敲一个电话，关心伊在这疫情的中间过了安怎？对着遐个久无来往的朋友，是毋是阮也会当关心一下？主啊，求你，互阮诚侪互相关怀的一个机会。虽望阮软弱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虽望阮信，阮相信主你的确保守阮，阮相信主你大有宽容，总是阮的信无够，阮犹原会惊吓，阮犹原会孤单，阮犹原在阮出门的时，阮的心摇摇颤。主啊，这拢是因为阮无够军队你，无够信靠你。求你帮助阮，做阮心中平静风涌的主。求你，互阮时刻会当安稳自在，也会当帮助阮身躯边的人。主啊，当阮每一摆自责，求你帮助阮，搁较自信伫你。毋通受到即马环境咱所看到遮个报道，或是遮个发生的代志，来心中袂平安。互阮会当随往伫厝的尽量莫出门的中间，阮会当唱诗、读经来敬拜你。互阮每一时每一日，照着时刻。做主你美好的军队者，互阮诚侪真正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求你帮咱带领疫情会当紧紧过去，也帮助遐个第一线的医疗人员，互因有够额坚强的心智，也会当有上好的保护来帮助因在工作的中间无受到感染。当然，我愿望疫情会当紧紧过去，总是阮相信一切有主你的陪伴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逐时阵甲阮三角伫地，祈祷奉主啊所叫的圣名求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。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同齐来看一位的圣经。
记载的路加福音第22章第7节到20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，除酵节应该抬搬过节的羊羔，迄个日已经到。耶稣找彼得、约翰讲：“恁去替咱备办搬过节的宴席，互咱通来食。”因甲伊讲：“爱阮伫什么所在备办？”伊甲因讲：“恁去入城。”就有一人带水盘要拄着恁，就缀伊入伊所入的厝，甲迄间厝的主人讲：“先生问讲，客厅伫倒落？我要伫遐甲我的学生食搬过节。伊要用楼顶摆设的大厅，互恁看，恁就伫遐备办。”因去。果然拄着照伊所甲因讲的，就伫遐备办搬过节。时到，耶稣坐倒，使徒也甲伊坐。伊对因讲：“伫受害的大生，我不止意爱甲恁食即个搬过节，因为我甲恁讲，我无过食伊。”到伊应验伫上帝国，就祭杯祝谢了，讲：“恁将即个分互恁逐人，因为我甲恁讲，打了后，我无要啉葡萄汁，到上帝国来。”搁摕饼祝谢，来爬互因讲。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献的。恁行即个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捧杯也是安尼讲。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肺来设立的，就是为着恁流出的。读圣经到伫遮，这是咱要用前圣歌队献诗的影片。诚侪咱会献诗，咱要看的影片是我伫遮。
即时请牧师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：我伫遮甲主同坐道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伫遮，请你对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讲话，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，互阮尊叹你的话语来行。愿主亲身引带阮，互阮伫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甲主你同齐行。愿主亲身看顾阮以下分享交通的时间。愿主你祝福互每一位兄弟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我伫遮甲主同坐道。教会定期咧举行圣礼典，咱教会的圣礼典对宗教改革了后，咱对加里文的神学内面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礼典包括2项尔。第一个是洗礼，也是咱讲小离洗礼、跟信礼，这拢包括伫洗礼的内面。另外一项就是圣餐。圣礼典是教会礼仪中真重要的，因为伊维系了咱伫信仰一个真重要的仪式。伫教会礼仪内面，若是咱要举行圣礼典，伫圣礼典迄天，有人若要受洗礼，咱就爱先行洗礼的礼仪。了后受洗礼的兄弟，因已经伫圣人甲上帝面前宣告，而且接受洗礼，成做上帝的子民了后，再当甲主同坐道来领受圣餐。所以，咱的圣礼典是先有洗礼，了后洗礼的兄弟进入到上帝恩典内面时，咱才法度伫上帝恩典内面，甲主同坐道来领受圣餐。我想咱众兄弟姊妹侪拢伫教会真久长啊。那呢，牧师要问的是：圣餐对着军队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也是咱讲的门徒，这个圣餐对咱每一位兄弟咧军队伊的人，有甚物款的意义呢？也是讲，圣餐对咱来讲，只是一个礼仪尔，是一个仪式尔吗？那呢，你是安怎来看待咱教会定期咧举行的圣餐呢？顶礼拜牧师用出埃及记12章，咱看到搬过节的暗顿安怎来形成的。咱嘛对这中间知影，搬过节的暗顿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是爱所有百姓甲伊的子孙通过搬过节的暗顿，献上感谢，看到上帝献上的一个这个羊仔的牺牲，通过救赎的这个过程，爱以色列百姓。因每一个世代，拢来纪念上帝拯救因离开埃及的恩典。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嘛。每一位敬虔的犹太教以色列百姓，拢在遵守。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，咱每一个人透过圣餐。咱犹原咧纪念这项事。咱还记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后的故事吗？出埃及以后，上帝伫旷野内面，带以色列百姓要行往迦南地。上帝颁布10条诫，伫这个中间，佫定了真侪规定条文。
以色列百姓上尾徛起伫上帝所赏赐的迦南地，伫迄个所在，一代过一代，因拢经历到相款的状况，就是以色列人会背逆，背逆了后，上帝互因会当认罪，因会当悔改，上尾搁一届得到救赎。在这个旧约的历史内面，咱会当看到上帝不断地差派士师、君王、先知，就是要互以色列百姓会当了解，会当互因知影上帝救赎的恩典，互因会当行出受到这个罪的限制。在旧约的历史内面，以色列人不断安尼咧循环的中间，因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，所以因不断咧认罪悔改，上帝搁一届会原谅，搁一届赏赐因福气。上帝真有耐心咧引带这所有以色列百姓。咱安尼咧看时，上帝定的第一个搬过节暗顿的开始，对出埃及记每一年的搬过节，以色列人的家庭拢咧按照着上帝所吩咐来准备这所有的食物，烘羊仔肉，准备苦菜、无甲饼。我想，因伫旷野40年，应该嘛是安尼咧准备的。可能物质的条件无好，总是上帝所吩咐交代，因每一个家庭来准备暗顿，当这坐道咧食的时阵，厝内底的父母是大人，用喙来传落去，一句一句咧诉说着上帝拯救的过程，将这个过程互后一代人知影。将上帝甲祖先的故事传讲落去，一直到耶稣的时代。我想耶稣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，嘛一直咧遵守这个传统，每一年的搬过节，拢咧准备迄暗的食物。约瑟甲玛利亚遵趁着上帝的教示咧生活。嘛，透过安尼，将这个上帝恩典的救赎的记号，互伊伫伊的家庭内面继续传落去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到耶稣爱出去咧传道理的时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咧行，直到伊要到迄个所在的时，我想伊爱彼得。甲约翰去准备搬过节的暗顿。耶稣甲因讲：，恁会拄着一个人，摕着一罐水，然后恁会缀着伊进入到迄间厝的内面，去问迄间厝的主人，甲因讲老师咧问，伊甲伊的门徒咧食搬过节暗顿的迄间房间伫倒位？主人会带因去。带恁去一间伫楼顶已经布置好的房间，迄间房间真大间，恁就伫遐咧准备。所以当约翰甲彼得因收到耶稣的吩咐了后，因就去。圣经讲，因拄到的甲耶稣所讲的同一样，因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准备搬过节的暗顿。所有咧准备的食物中间，有无甲饼、甲葡萄酒。这个饼甲酒，就成做现代咱教会圣餐中间真重要一个元素。因为耶稣互这个饼甲杯有一个新的意义。耶稣甲门徒上尾暗顿了后，一直到即马。伫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内面，教会分做真侪教派，然后对上尾这个暗顿有无同款的观点。每一个教派所提出的
有讲是共质的，就是当牧师祝谢了后，这个杯甲饼是甲耶稣的身体甲伊的血是同款的。有的讲是变质，因为原本只是一块饼，原本只是一杯葡萄酒，因为祝谢了后，伊变做耶稣的身躯，耶稣所流的宝血。嘛有是象征说，讲耶稣的身体甲饼，只是亲像这个耶稣的身体一样。所以倒顶遮的饼甲杯是亲像耶稣的身躯甲宝血。嘛有临在，加利文特别讲到临在，就是当咱咧领受的时，信心甲咱做伙，信心临在伫即个圣餐的顶面，还佫有真侪的讲法，总是对圣餐的礼仪，拢咧做一个合理的解说，合理的，互人会当了解明白的。咱对加利文的圣学来看，加利文较偏向临在甲上顶象征说为主。伫加利文基督教教义内面，伊安尼讲过，伊讲无论伫倒位，咱若发现上帝的道，互人真纯正咧宣讲的时，互人会当听到的时，那安尼圣礼嘛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来行的时，加利文讲，安尼迄个所在就有上帝教会。那对加利文的即句话来看，教会真重要两个记号就是圣道、上帝话的宣讲、圣餐、圣洗礼，这是教会两个真重要的记号。所以加利文认为，圣餐有纪念的意义以外，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每一个人伫迄个时刻会共同的参与。伊认为，咱要抱着一个真确定的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要用一个真确信的心来领受圣礼，就是洗礼甲圣餐。咱才有法度对这个中间去明白、晓悟上帝伫圣餐中所施落的怜悯、应允甲恩典。所以信心是领受圣餐有效的一个媒介。咱会当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人若毋是带有一个信心来领受的时，那安尼圣餐有可能会成做是一个审判。因为圣餐的中心是咱每一个人甲永活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联合。咱咧强调的是基督的灵性这方面，甲圣餐是同一个。咱是一个属灵的同在。对安尼来看，耶稣基督，咱知伊已经过活，伊伫被上帝宝座的正平。咱通过圣神，将圣餐的临在，成做圣餐的记号，甲上帝中间，圣餐的杯甲饼，这个物质上的距离拍破。当咱每一个人咧领圣餐的时，其实咱是用咱的心、灵，甲耶稣基督一个真奥秘的联合的做伙。这是加利文伊甲咱讲的。所以今仔日伫咱教会内面，较侪是咧用象征说咧来做标示的。象征说，就是这个杯甲饼，伊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伊的宝血。圣餐道的饼甲杯，当咱咧领受的时阵，咱是同一个时间，甲耶稣基督做伙，咱甲耶稣基督同在。
那安尼来看，有人会问讲，圣餐所使用的饼甲杯，敢有一定的规定吗？伫咱教会的传统内面，咱所使用的是白色的饼，咱所使用的是葡萄汁。牧师伫台湾神学院咧读册时，伊去参加一寡原住民教会的活动的时，我捌领过圣餐有番薯蒸做饼，有客家的麻糍，有原住民的小米做糕仔饼，嘛有面包，有熟胖，台湾的大饼。透过这无共款的蒸做耶稣基督身躯的饼来用。我捌领过杯，有台湾神学院的樱花开了后所结的迄个山樱花来结的酒，嘛有原住民的米酒，嘛有乌龙茶。咱教会有人咧种茶，你嘛当伊摕茶来蒸做你的杯。有葡萄汁，有葡萄酒，咧象征着上帝耶稣基督所流出的这个血。咱通过圣餐的仪式，咱伫信心的同在内底，甲主同坐倒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无法度实体聚会，所以即摆疫情。敢若亲像是当初以色列人共款，敢若是因伫迄个搬过节前一暗，咱每一个人拢伫厝内底做伙咧享受搬过节的暗顿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厝内底备办准备咱要所食即个搬过节暗顿。所以当耶稣吩咐伊的门徒去准备了后，耶稣进入迄个座位，门徒做伙来。耶稣伫遮甲因讲一句话，讲：我过去一直真仰望，伫我受难，互人害进前，会当甲恁做伙食即顿搬过节的暗顿。耶稣讲了后，继续门徒讲：一定要等到即个暗顿。伫上帝国内面有真正的意义了后，我伫这进前，我袂阁做一届来食。耶稣摕杯，向上帝献上感谢，讲你摕即个杯分来啉。伊讲，除非上帝国降临，那呢伫迄个进前，我袂阁啉即个杯。耶稣甲门徒。同食同啉的即个暗暝，伫即个暗顿，耶稣做一个决定，讲除非即个暗顿伫上帝国度内面有真正意义，当上帝国度降临的时阵，伫迄个进前，耶稣无阁要啉食即个搬过节的暗顿。即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。耶稣咧所讲的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产生。过去人用搬过节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但这个时刻是耶稣要去面对十字架的时刻。伊讲，除非所有的人拢悔改听上帝的话，啊无苦难会继续出现伫人的中间。除非大家拢认罪悔改，啊无咱伫即个搬过节内面所表明对上帝感恩也是顺服，这就无存在啊。耶稣当时甲门徒同坐倒，因所守的虽然是搬过节的暗顿，不过耶稣已经将即个暗顿提升了伊其中的意义，因为伊知影伊家己。伊要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耶稣已经知影，伊要为着所有人的罪献上家己。所以耶稣伊将搬过节纪念上帝救赎，
转化成做牺牲甲献上的纪念。所以，当每一届耶稣咱咧守圣餐的时，咱咧讲耶稣摕饼向上帝感谢，掰开分予因，讲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共款摕起杯讲，即个杯是上帝的新约，是用我为恁流的血所设立的。伫埃及，上帝设立搬过节的暗顿；伫耶稣甲门徒做伙食搬过节暗顿的即个时刻，是耶稣设立上尾暗顿，就是咱的圣餐。耶稣延续上帝救赎的恩典甲疼痛。这个恩典是一个无形的记号，伫你甲我的身躯顶。圣餐是一个有形的记号，咧显现上帝疼咱每一个人。今仔日虽然疫情的关系，咱无法度实体聚会，咱通过每礼拜，到今仔日是第7个礼拜，咱伫直播的礼拜中间，咱伫这7个礼拜内面，咱会当做伙来到上帝面前，做伙来敬拜。学乐听上帝话语，互咱的灵得到伫甲上帝同在的喜乐。6月初原本是咱所定的圣礼典，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小会员真认真咧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通过几个礼拜，大家同心的祈祷了后。牧师伫顶礼拜甲即礼拜，用着圣餐的意义来甲大家说明，咱要伫线顶来举行圣餐。那亲像是早时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，上帝爱每一个家庭咧准备搬过节的暗顿，上帝爱每一个家庭做伙来领受伊救赎的恩典。所以，牧师要伫即个所在邀请咱众兄弟姊妹，恁备万心，也来准备后礼拜，伫恁家己每一个人厝内面的饼甲杯。阮望互即个救赎的恩典会当流传落去。伫咱伫厝里守圣餐的时，咱嘛亲像早时的以色列人共款，来咱的囝儿孙来讲，来说明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带来盼望甲永生的盼望，甲伊的国外的救赎。当咱每一届咧领圣餐的时，牧师拢会先讲一句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伫教会，照着教会规矩会当领圣餐的人。咱做伙来领圣餐。我想领圣餐，就是咱已经有宣告，而且信任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而且受洗、成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才会当伫圣餐，就是主的宴下来领受这个饼甲杯。所以，当咱若摕起饼甲杯，咱同齐领受的时，咱是透过信心甲咱的信心，咱甲主耶稣基督同齐到。当耶稣基督，伊为咱每一个人牺牲伫十字架顶的时，耶稣献上家己，所以用伊所流出的血，甲咱立的新约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领受圣餐，除了纪念耶稣基督伊所行以外，嘛是咧提醒咱每一个人爱跟对耶稣献上咱家己。伫领圣餐的时，咱会当搁一届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主来表明，我愿意献上家己，我愿意献上家己。圣餐
对咱的意义，毋那是干那伫遐圣礼典的时，咱啉、咱食，咱食也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咱啉耶稣基督所流出的血迄个杯。咱对咱真正的意义是，咱愿意甲耶稣一样，同齐献上做祭。咱愿意将上帝拯救的恩典宣扬出去。过去这几礼拜，我读到一篇网络顶面的文章，这个作者伊写着讲，世界伫危难的中间，圣餐敢会当缺失吗？其中有一段，伊讲到基督教的圣餐，上开始是犹太人搬过节的暗顿。这个搬过节是一个法老王的一个聚会。伊的本身是一种抗争的政治的活动。伊所写的是上帝伫因食的时，拯救因出埃及的迄个时刻。所以讲，这个搬过节的暗顿，是伫互压制甲苦难的罪的中间，咧传达一个真有力的信息，就是这个世界咧宣告，啥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。也咧宣告，伫遐苦难甲压迫的中间的人，是上帝所疼的，而且主要拯救因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感觉有苦难伫的；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无法度自制，总是上帝的拯救甲疼痛伫咱的中间。每一届圣餐，咱拢搁甲主耶稣同齐到。做伙来享受，讲这句话是因为咱知主耶稣基督已经过活了，主耶稣已经伫咱的中间啊，已经过活伫咱的内面。咱透过圣餐，搁一届表明咱要跟对伊行天路，咱要学习伊的款式。咱每一个人，咱伫这个社会中。咱拢有苦难，咱拢面对一寡挑战。那安尼，咱甘愿担这个十字架，咱愿意献上家己，互主来用。过去，咱伫教会，咱共同组织来领受圣餐。咱伫实体的礼仪内面，咱会当感受到这个仪式的重要。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你甲我只有伫厝内底甲主同齐到。我相信未来，咱会当搁一届转来到教会，咱大家会当做伙伫教会内面甲主同齐到，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救赎甲平安之地。后礼拜。我邀请众兄弟姊妹，恁毋免特别去讲，我爱买什么款的物件来蒸做饼，只要准备你厝内底有的面包，你普通时咧食的面包，也是饼，蒸做圣餐的饼。不过，这个饼上好是莫有包牙，不要有馅的。因为食的时候你可能去砸到，尽量真简单。熟胖，也是讲简单的面包、简单的饼，毋免伤大块，甲准备。杯会当准备你厝内底冰箱有的果汁、茶、葡萄酒等等食的，因为这一切拢是象征着耶稣的身体跟宝血，拢是亲像耶稣的身躯甲宝血尔。上重要的是，咱要透过信心的帮助，以及咱对上帝甲耶稣的信心，咱来领受这个圣餐。所以7月11后礼拜早起，邀请众兄弟姊妹将你厝内底的这个桌啊准备好，放着你准备的这个饼，就是面包也是饼伫这个内面，以及你所准备的果汁，毋免伤大杯，小杯就会使。
你若讲厝的杯啊伤大块，安尼你着添一点仔就好，毋免添伤多。然后听候参与伫第八个礼拜，伫后礼拜咧举行圣餐的时，牧师伫教会咧主持，你着照着牧师所主持的顺序，咱同齐来领受饼甲杯，咱同齐来领受上帝救赎甲恩典，咱同齐有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听，要将上帝恩典听堂献出、宣扬出去。愿咱正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了解圣餐的意义了后，会当透过上帝恩典了后，咱用一个感恩的心，咱用一个敬虔的心，伫后礼拜咱做伙来领受甲主同齐道。搁一届甲大家讲，我伫遮甲主同齐道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你救赎的恩典无受到真多的限制。你救赎的恩典，只要阮凭着信心，以及信心的引带，我会当领受到，我会当来跟对你，愿主帮助阮。互阮安静阮的心，伫这疫情真严重的时代，帮助阮会当注目伫你的身躯顶，帮助阮领受你的恩典，互阮每一天拢过着得胜的生活。阮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新圣诗543首。新圣诗543首，我爱学主的款式。我爱学主的款式，爱学无快受气。伊无怨恨、熬忍忍，常常温柔谦卑。我爱学主的款式，伊捌踮悬山顶，甲咱天爸相见面。我爱做伊学生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圣诗543首。我爱学主的款式。爱学无快受气，伊无怨恨到忍忍，常常温柔谦卑。我爱学主的款式，伊捌踮悬山顶，甲咱天爸相见。我爱做伊学生，我爱学主的款式，爱学伊大听他。虽然受人歹款待，也搁款待人。我爱学主的款式。
请坐，这时咱来奉献。当咱经历孝顺上帝的恩典的同时，咱也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咱用心来有备奉献。在防疫期间，教会有准备2项的奉献的方式。第一是转销的奉献，第二是家己收集以后送到教会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在报告的大声，请咱同齐来念2解的金句。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罗马书12章第1节。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罗马书12章第1节。下周的事奉同工，主理是柯成凯牧师，司会是柯冠成执事，司琴是苏芬美姊妹，音乐是李立甫执事，甲张建团兄弟。来周的聚会，妇女团契题目是断开掌控的力量，主理是廖秀兰长老。拜二查经班题目是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，主理是柯成凯牧师。拜三查经祈祷会题目是《青米人甲摆卡》，经文是《撒母耳记》下卷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、第9节到第10节，主理是黄忠健传道师，司会是张文林长老。相连团契，因的聚会是隔周聚会，所以下边的聚会是7月15日。少年团契，因的聚会是中级分享，主理是周明祥执事。青年团契，因的聚会内容是运动，主理是张世新兄弟。来周的讲道是柯成凯牧师，伊的题目是大笔的祈祷。所要读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》下卷第7章第18节到29节。圣诗启用甲经句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报告：第一，本主日礼拜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，请兄姐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主日后开会通知，
本主日下午2点举行线上会议，请同工上线参与。第三，圣礼典，下主日礼拜将举行圣礼典，将以个人伫厝的来进行，请兄弟备办心，第7月10日线上直播礼拜中一同来守圣餐。第四，中执会开会通知，7月11日下午1点举行线上会议，请中执有留时间上线来参与。第五，背金句活动，教育团契组举办半年一届的背金句活动，将以填空的方式来进行，附上2021年上半年度台华语礼拜的金句表，欢迎兄弟同齐来背上帝的话语。举办的日期为另外公告。第六，圣光侍奉表，下一季7月到9月圣光侍奉表已经安排好。有参加礼拜服侍需要纸本的同工，会当周间来教会领取。咱电子的部分拢有伫咱的会场的大群组内底来上传。第七，纪念刊小组会议，7月18日主日下晡3点，130周年日间赖群组要召开纪念刊小组的工作会议。欢请相关同工来参加。以上。好，各位兄弟，有一项补充报告，咱顶礼拜已经有做过一届，但这礼拜佫邀请正兄弟姊妹来做这项事，就是咱已经几个礼拜咱无见面啊，咱会当伫直播中间，咱若通过 YouTube 的连结。咱会当看到下骹有一个留言，会使请兄弟姊妹伫确定啊礼拜刷了后，伫电乐结束了后，咱会延长直播差不多10分钟，互大家会当伫这10分钟内面用留言的方式，咱互相来请安。你会当写愿上帝祝福大家，也是你会当写大家平安，也是你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的，比如讲祝福的话。你会讲上帝祝福恁大家，咱会当伫这中间，咱会当透过留言的方式，咱互相来请安，这是补充的部分。谢谢。这时来唱尾辩的诗，圣诗391首，乌老天顶主宰，吟诗带，请牧师为大家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的平安甲稳定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告我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密祷。
咱今仔早起的台语礼拜到这个所在，邀请咱正兄弟姊妹伫这个中间，会当伫 YouTube 的留言，咱伫这个中内面，咱互相请安。咱的直播会伫10分钟了后再切断，所以咱会当用这段时间，咱做伙请安，多谢大家。